酒炖牛肉。哦，红酒炖牛肉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叫做红酒炖牛肉？我那个这个我就惊好一谈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你哦，安尼吼娘囝嘛是有要请面这不是我这红酒炖牛肉啊？不是吗？哦，所以讲来，你的机会哦是你做队长会使到开哦，比个。红酒卤牛肉。哎呦，哦，是不是红酒卤牛肉？会使。你丁是有砍过，啊，一般就是砍，啊，一直砍足久，砍到色啊，较褪起来。啊，不过这款的煮法应该是就是底下肉，啊，底下炖，好，咱是念做炖。啊，另外你个会自己难唔对的，就是煨，迄个煨就是讲。佮慢慢啊煮，像迄煨糜安尼，佮一起互滚甲足烂足烂。啊，咱这个炖牛肉是炖甲熟就好啊。啊，所以你丁是爱看外熟啊，才会当掀开。啊，这是一直掀一直看，啊，这是一直已经熟啊，佮互伊一直煨甲烂去。啊，所以伊肉甲炖是较接近，所以会当互伊着。